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。我哋中國人由細聽到大，最入耳嘅一句話就係血濃於水。大家都覺得兄弟姊妹係手足，係至親，係呢個世界上除咗父母之外，最靠得住嘅靠山。細個嗰陣一齊食飯一齊瞓，有人欺負你，阿哥第一時間衝出去幫你出頭。冇用錢，家姐偷偷塞幾蚊俾你買零食。嗰陣時邊個會諗到原來手足之情都有變淡嘅一日。但係你有冇發覺有個好現實甚至好殘酷嘅現象？父母喺度嘅時候，一家人熱熱鬧鬧，逢年過節一定圍埋一齊食飯。有時大家有商有量，幾大嘅難關都一齊捱。但係父母一走，呢個家好似瞬間就散咗。以前無話不談嘅兄弟姊妹，而家變成最熟悉嘅陌生人。一年到頭見唔到一次面，連電話都冇一通，更加唔好話有啲人為咗父母留低嘅嗰少少遺產反面成仇，鬧上法庭，一世都唔往來。你諗起心裏就唔舒服，覺得委屈，諗極都諗唔通，係咪成日喺夜深人靜嘅時候，自己問自己，點解人情會咁薄？難道以前嘅手足之情全部都係假嘅？覺得講得有道理嘅老友，麻煩點個讚支持下，亦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統一打上手足情長各自安好，一齊守住呢份難得嘅親情。我今日就同大家講句真心話，你之所以痛苦，唔係因為你做錯咗乜嘢，而係你未睇透人性，未明白老祖宗留低嘅道理。易經入面早就講過呢個天機，老祖宗亦都提醒過我哋一句好扎心但充滿智慧嘅話，父母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要少來往。好多人一聽到呢句話，即刻就反駁，咁樣都太無情啦吧，太冷血啦吧，兄弟姊妹都唔往來，仲算係人嗎？我話俾你聽，你錯晒，呢啲唔係無情，而係智慧，唔係冷血，而係睇透咗天時同本分。咁樣做恰恰係為咗保住你哋之間最後嗰份情分，係最明智嘅選擇。你諗下，父母究竟係乜嘢？父母就係一棵樹嘅根，我哋兄弟姊妹都係從呢條根上面生出嚟嘅樹枝。父母喺度，嗰條根就喺度，嗰個家就喺度。條根係源源不斷咁將養分輸送俾每一條樹枝。呢啲養分唔單止係物質錢財，更加係一種氣場，一種向心力，一種一家人嘅凝聚力。父母喺度，就係屋企嘅定海神針。你睇下兄弟姊妹嗌交，父母一拍台，大家都要收聲。邊個有困難，父母出嚟講句公道話，大家都要俾面。嗰陣時你哋嘅關係，就係靠父母呢個強大嘅能量場，牢牢咁黏埋一齊。但係父母走咗，意味住乜嘢？意味住條根冇咗呢個最原始最核心嘅能量場，散咗。易經講，萬事萬物皆有其位。父母喺度，你嘅位就係仔女，你第一樣要做嘅就係孝順。父母走咗，你嘅位就變咗，你唔再係可以喺屋企撒嬌，可以任性，可以無條件攞着數嘅細路。你自己已經變成咗你嘅身家嘅根，你變咗人哋嘅丈夫妻子、老豆阿媽。你嘅氣場、你嘅責任、你嘅重心，全部都轉咗去自己嘅小家度。呢個時候，兄弟姊妹之間最強大嘅嗰條緣分紐帶，父母已經消失咗，剩低嘅係一種各自獨立嘅平衡關係。而呢種新關係其實係好脆弱嘅。點解會咁脆弱？今日我同大家拆解開嚟講4個核心原因，個個都戳中人性嘅本質，避無可避。第一，錢財係人性嘅照妖鏡，係所有矛盾嘅導火索。父母喺度嘅時候，錢嘅問題有父母頂住，大家都唔會擺到台面上。但係父母一走，第一關就係遺產。呢關一過，好多情分就已經死咗大半。我見過好多家庭，父母仲未入土為安，班仔女就已經圍埋數遺產，舊屋值幾多錢，存款有幾多，金飾有幾重，甚至連父母嘅白金、喪葬費都要算得清清楚楚。誰出咗幾多，要從遺產度扣返出嚟，為咗爭多啲兄弟姊妹互相罵揭對方嘅短，講對方唔孝順，話父母偏心，
孔子早就講過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人呢唔怕分得少，就怕分得唔公平。但係呢個世界上邊有絕對嘅公平權，每一個人心裏嘅天平都係歪向自己嘅。你覺得自己照顧父母最多，付出嘅時間精力最多，應該多分。佢覺得自己細個最捱苦，父母最虧欠佢，應該補翻俾佢。仲有人覺得自己經濟條件差，兄弟姊妹有錢，就應該讓俾自己以前。父母喺度，父母拍板就算數，大家唔服都要服。而家父母唔喺度，冇咗最高裁判權，爭到天荒地老都爭唔出結果，最後咪就係鬧上法庭，撕破面皮老死，不相往來。就算遺產呢關平平穩穩過咗，仲有第二關就係借錢，呢關更加考驗人性。好多兄弟姐妹就係栽喺呢度，你過得好，兄弟姐妹過嚟找你幫手，你幫咗佢覺得理所當然，因為你係阿哥，你係家姐，有錢幫襯，細佬妹係應該嘅。連幫一次，有第二次幫得多咗，佢仲會覺得你俾少咗，覺得你為富不仁。你唔幫佢就到處唱衰，你話你發達咗就唔認窮親切，話你冷血無情，一世都俾佢扣住，冇親情嘅母子。已經講吉凶悔吝生互動，你只要一動錢一動利益就冇好事，剩低嘅淨係後悔同埋怨反多嚟。你過得唔好落爛咗，去找兄弟姐妹借錢。第一次人哋念住手足情，客客氣氣俾錢你應急，第二次人哋面色就已經唔好睇，開始推搪第三次。可能人哋連門都唔開俾你，電話都唔接。你可能覺得委屈，覺得兄弟姐妹無情，但你換個角度諗，人家都有自己嘅小家，有老婆仔女要養，有房貸車貸要供。人爭嘅錢都唔係大風刮嚟嘅，幫你係情分，唔幫係本分，次次都嚟。人哋就會覺得你係累贅，係無底洞，避之則吉。呢啲就係人性，人性就係趨利避害，就係先顧好自己，再顧別人。呢啲唔係壞，而係常理。你一定要明白呢個道理，唔好去考驗人性，因為人性根本就經唔起考驗。第二，姻親係關係嘅分界線，枕邊風嘅威力。你想象唔到，我成日講結婚唔係兩個人嘅事，係兩個家庭嘅事。父母走咗之後，你阿哥仲係你阿哥，但你阿嫂弟婦唔係你嘅姐妹，你家姐仲係你家姐，但你姐夫妹夫唔係你嘅兄弟，佢哋係外人。你唔好唔中意聽外人呢兩個字，呢個唔係貶義，而係定位，係事實。佢哋冇同你一齊長大，冇同你共過患難，同你有血緣嘅係你嘅兄弟姊妹，唔係佢哋。佢哋對你好係睇住你兄弟姊妹嘅面係情分，對你唔好都好正常，係本分。你諗下，你去找你阿哥借錢，或者去佢屋企住幾日，你阿哥話冇問題，但你阿嫂喺隔籬聽到，佢會點諗？佢第一反應肯定係你又過嚟着數，又過嚟添，麻煩我自己嘅細路，仲要養我自己嘅父母，仲要照顧我，憑乜嘢要拿自己家嘅錢去幫你？憑乜嘢要伺候你？呢啲諗法好正常，冇人會心甘情願俾人麻煩，俾人着數，然後阿嫂就會日日喺阿哥耳邊講你唔好，講你成日過嚟佔便宜，講老公顧住娘家唔顧自己，小家講得多咗，就算阿哥同你感情幾好，都會慢慢變味。久而久之，你阿哥為咗自己家庭和睦，為咗夫妻感情，都只可以慢慢疏遠你。你仲要喺度喊，話阿哥娶咗老婆就唔認細佬妹，話佢怕老婆冇良心。我話俾你聽，唔係佢冇良心，而係你冇分寸，你唔明白結咗婚之後，人家嘅小家先係第一位，兄弟姐妹已經退到第二位啦。反過嚟都一樣，大姑子小姑子成日返娘家指手畫腳，管呢管個弟婦肯定唔高興，覺得呢個係我嘅屋企，我先係女主人。你個嫁出嘅女憑乜嘢返嚟指手畫腳？矛盾就咁樣產生啦。最後夾在中間嘅兄弟難做，感情自然就淡啦。所以話父母走咗之後，你去兄弟姐妹屋企，唔係去見你嘅兄弟姊妹一個人，係去打擾人哋，
成個家庭識趣嘅人就會少上門，少麻煩人哋，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大家見面客客氣氣，禮尚往來，情分反而能搶照。第三，舊賬係情分嘅腐蝕劑，一翻就爛。父母喺度嘅時候就係屋企嘅法官，係公道嘅象徵。細個嘅時候你多賜咗一粒糖，佢多着咗一件新衫。讀書嘅時候父母供你讀多幾年書，佢早早就出嚟做嘢幫補家計。長大之後父母幫你湊錢買樓，幫佢湊錢娶老婆，呢啲大大小小嘅事，父母喺度笑一笑，鬧兩句就過去啦，冇人敢翻舊賬。但係父母唔喺度之後，呢啲壓咗幾十年嘅舊賬就全部翻晒出嚟。一有矛盾就將陳年舊事搬出嚟講。阿媽，細個最同你好嘢全部留俾你，我就執你嘅舊衫着。阿爸當年將積蓄都俾你去做生意，我哋乜都冇。你今日發達咗，唔應該幫下我哋？當年媽屙餅在床，係我日日侍候你哋幾個翻都唔翻嚟，遺產你哋仲有面爭。呢啲說話一講出口，全部都係怨氣。點解？因為冇咗法官，冇咗權威，邊個都講唔清誰對誰錯，邊個都覺得自己受咗委屈，自己付出多。你記得你嘅付出，佢記得佢嘅犧牲。每個人都選擇性咁記住自己嘅委屈，忽略人哋嘅好。呢啲積累咗幾十年嘅怨氣，冇咗父母呢條根嚟化解，就會慢慢發酵，最後變成毒藥，將你哋最後一點情分都毒死。而家好多兄弟姊妹反目都唔係因為什麼天大嘅仇，就係因為翻舊賬，翻下怨氣越積越深，最後就唔往來啦。所以話父母走咗之後少來往，其實就係少咗翻舊賬嘅機會。大家見面先講開心嘅事，講下以前細個嘅趣事，唔提利益，唔提過去嘅委屈，反而能保住嗰份純粹嘅情分。第四，圈層分化，圈子不同咗，不必強融。父母走咗之後，大家各自發展咗幾十年，走嘅路唔同，遇到嘅人唔同，人生嘅軌跡越差越遠。有啲做生意發咗大財，住大屋開好車；有啲打份安穩工，夠食夠住就知足；有啲做咗官，社會地位高；有啲留喺鄉下耕田種地過日子。幾十年落嚟，大家嘅社會地位、經濟條件、教育背景、認知水平、睇問題嘅格局已經差天共地，根本就唔係同一個圈子嘅人啦。易經入面講，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呢個係天道，係規律，唔係邊個睇唔起邊個。你諗下，你喺大城市做高管，年薪百萬見嘅都係商界人士，講嘅係投資、商業、管理。你翻鄉下見你細佬，佢日日同田地打交道，講嘅係莊家收成、村里嘅是非、家長里短。你同佢講你嘅事業，佢聽唔明，仲覺得你係度晒命裝腔作勢。佢同你講佢嘅煩惱，你插順嘴，仲覺得佢見識小、眼界窄。兩個人坐埋一齊，除咗回憶下以前細個嘅事，講下爸媽以前嘅事，根本就冇共同話題，回憶係有限嘅。講完咗就淨係尷尬，坐立不安，巴不得快啲走。仲有一樣嘢就係攀比親戚之間，最忌就係比較你過得好，開好車，翻去穿得光鮮亮麗，你以為係榮歸故里，係俾屋企人長面，但係喺兄弟姊妹眼入面未必係咁諗。佢哋可能會覺得你喺度炫耀，喺度睇唔起佢哋，心裏邊唔平衡，妒忌你背後講你壞話。你過得唔好，窮到窿翻去，想尋求下溫暖，想大家幫下手，但係喺人哋眼入面，你就係累贅，係麻煩人哋，睇唔起你，避之則吉，怕你沾住佢哋。呢啲都係人性，好現實，但冇辦法。所以話圈子不同咗，就唔好硬湊埋一齊。硬湊嘅話，大家都難受，反而容易產生矛盾。不如保持距離，遠遠咁祝福對方各自過好自己嘅日子，反而能保住以前嘅情分。講咗咁多原因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咁按照你咁講，父母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就唔使往來啦，就六親不認啦？梗係唔係。我成日講中國人最厲害嘅智慧，就係中庸之道，就係嗰個道字。
過猶不及，太少唔好太多，亦都唔好老祖宗講嘅少來往，唔係叫你斷絕關係，唔係叫你六親不認，而係叫你守住分寸，唔好太過親密，唔好冇界限咁少來往，係減少冇必要嘅往來，減少產生矛盾嘅機會，用適當嘅距離保住珍貴嘅情分。咁具體要點做？父母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之間正確嘅相處之道係乜？我同大家講3個核心原則，你聽明白咗，呢一世喺人情呢件事上面就唔會再食虧，唔會再受委屈。第2個原則，心到人不到，禮到情常在。乜嘢叫心到人不到？就係心裏邊要惦記住呢份手足情，逢年過節呢個電話句問候，問下身體好唔好？細路乖唔乖，心意到到嗰份情就喺度。但係人就唔好動不動就跑過去人哋屋企，唔好動不動就麻煩人哋。好多人覺得兄弟姊妹就要常來常往，日日見面先算感情好。其實唔係嘅，你動不動就跑人哋屋企一住就幾日，你帶住嘅唔係親情，係麻煩人哋要收拾房間俾你住，要煮好同人招待你，要放下自己嘅事陪你，費時費力費錢，一次兩次人哋總會歡迎。你覺得親戚嚟做客好開心，次數多咗，人哋肯定會煩，肯定會有意見，只不過礙於情面唔好意思講出口啫。但係不滿嘅情緒越積越多，遲早都會爆發，最後反而傷咗感情。我成日講，一個成熟嘅人最基本嘅修養，就係唔好隨便俾人添麻煩。真正嘅親情唔係天天匿埋一齊吃吃喝喝，而係心裏有對方，有事嘅時候能第一時間出手，冇事嘅時候各自安好，互不打擾。你睇下你真正有智慧嘅家庭，兄弟姊妹之間一年就見幾次面，過年聚一次，清明拜山聚一次，有紅白喜事再聚一次，平時就微信問候下，冇事唔會隨便打擾。但係佢哋嘅感情反而好好見面都客客氣氣，和和氣氣。反而有啲兄弟姊妹住得近，天天見面，經常往來，反而因為啲雞毛蒜皮嘅小事吵架。今天因為你借咗我幾百蚊唔還唔天，因為我講咗一句你唔中意聽嘅話，鬧得不可開交，最後反目成仇。所以話距離產生美。呢句話永遠都唔會過時，心到人不到，禮到情常在，先係兄弟姊妹之間長久相處嘅秘訣。第2個原則，救急不救，窮幫困不幫難。呢句說話係老祖宗傳咗幾千年嘅處世智慧，用喺兄弟姊妹身上更加合適。首先要分清楚乜嘢叫急，乜嘢叫窮急。指嘅係突發嘅不可抗力嘅災難，係人命關天嘅大事。比如兄弟姐妹出咗意外，生咗重病等錢救命，比如屋企遇咗天災人禍，屋冧咗，乜都冇咗，撐唔住啦。呢啲情況作為兄弟姊妹，你一定要幫，就算砸鍋賣鐵，就算自己緊啲，都要伸手拉一把。呢啲唔叫幫，而係義，係你嘅本分，係手足情分嘅體現。呢啲時候你唔幫，你就真係冷血無情啦。但係窮就唔一樣啦。窮係常態嘅貧困，係因為個人選擇、個人懶惰或者個人能力不足造成嘅。比如佢好食懶做，唔想返工，日日游手好閒，冇錢用就找你借。比如佢做生意屢敗屢戰，唔聽人勸，次次都虧咗就找你填窟窿。比如佢超前消費，使大過天，欠一身卡數，找你幫佢還債。呢啲情況我勸你一分錢都唔好幫。點解？因為窮係佢自己揀嘅路，係佢自己嘅因果。你幫咗佢，你就係逆天，改命干涉人哋嘅因果。你以為你係好心係幫佢，其實你係喺度害佢，亦都係喺度害你自己。你次次都幫佢，就會產生依賴心理，覺得反正有你兜底，我使乜咁搏命做嘢？反正我冇錢，你就會俾我使乜慳？久而久之，佢就變成咗一個廢人。永遠都長不大，永遠都要靠你。而且人的慾望係無窮嘅，你幫一次佢會有第2次、第3次，你幫得越多，佢胃口越大。
有一日你唔幫咗或者幫少咗，佢就會恨你，覺得你唔講情面，覺得你對不起佢。到時候你之前所有嘅好都會一筆勾銷，仲會多咗個仇人。仲有更嚴重嘅就係會拖垮你自己嘅小家。你有老婆仔女要養，有自己嘅日子要過，你嘅錢都係你辛辛苦苦賺翻嚟嘅。你無止境地幫兄弟姊妹，最後肯定會影響自己嘅家庭，另一半肯定會有意見，鬧到夫妻不和，甚至離婚，得不償失。我見過好多例子，阿哥幫細佬幫到自己傾家蕩產，最後細佬仲唔領情，覺得阿哥幫得唔夠多，真係好心冇好報。所以話救急唔救窮，幫困唔幫懶。真正為佢好，唔係一直急錢養住佢，而係讓佢自己去經歷風雨，自己去刻苦，自己去覺醒，自己承擔自己嘅人生責任。佢自己爬起身嘅人生，先係真正屬於佢嘅。第三個原則，不問不急不干涉，守好自己嘅本分。父母走咗之後，你一定要拎清自己嘅位置。你哋係兄弟姊妹，唔係再生父母。佢有自己嘅家庭，有自己嘅人生，有自己嘅選擇。你唔好乜都管，唔好乜都想干涉。具體嚟講，就係三個：不問收入家事，不隨便給意見，不干涉人家嘅家庭決策。第一，不問收入家事，人哋賺幾多錢，有幾多存款，人哋屋企嘅柴米油鹽，夫妻矛盾都係人哋嘅私事，人哋唔主動講，你就唔好問。問多咗，人哋會覺得你八卦，覺得你想睇人哋笑話，或者想打人哋錢嘅主意。第二，不隨便嘅意見，人哋嘅細路讀咩學校，做咩工作，人哋買唔買樓，買唔買車，人哋做咩生意，走咩路，只要人哋冇開口問你，你就唔好主動俾意見。你以為你係好心，係過嚟人經驗豐富，講嘅都係為佢好，但係人哋未必咁覺得，人哋可能會覺得你多管閒事，覺得你睇唔起佢，覺得你喺度晒命。就算人哋問咗你，你都要講得有分寸，唔好太絕對。最後話一句，呢個只係我個人睇法，最終都係你自己決定，將決定權交翻俾人哋。第三，不干涉人家嘅家庭決策，最緊要嘅，就係唔好插手人哋兩公婆嘅事，人哋兩公婆吵架，唔好偏幫，唔好亂出主意，唔好幫自己嘅兄弟姊妹罵對方。你要知道，夫妻床頭吵架床尾和，人哋嘈完冇幾耐就和好如初啦。但係你講過嘅壞話，出過嘅餿主意，人哋另一半會記一世，到最後你就變成咗嗰個壞人，裏外不是人，仲會破壞兄弟姊妹嘅感情。仲有人哋教細路，你都唔好插嘴，人哋有自己嘅教育方式，你覺得唔好都唔好當眾指出嚟，你指手畫腳只會惹人嫌，傷咗感情。我成日講，守好自己嘅嘴，少說是非，少管閒事，係保住情分最好嘅辦法。父母走咗之後，你最重要嘅事係經營好自己嘅小家，照顧好自己嘅老婆仔女，孝順好自己嘅另一半父母，修自己嘅身齊自己嘅家。你自己嘅日子過好啦，你自己心安咯，你先有底氣，先有能力去顧及其他。如果你自己嘅屋企都一團糟，仲日日想去管兄弟姊妹嘅閒事，咁我只能話你收得仲未夠，拎唔清輕重。講咗咁多，其實總結起身就係一句話，父母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之間最好嘅相處方式就係保持距離，守住分寸，各自安好。可能有人會覺得咁樣會唔會太冷淡啦？畢竟係兄弟姊妹啊。但你諗下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金若禮。真正長久嘅感情，從來都唔係轟轟烈烈、黏燈糊糊嘅，而係清清淡淡、細水長流嘅水。係乜嘢？水係清澈嘅，睇得到底，冇隱藏，冇算計。水係流動嘅，唔呢唔利，唔會綁架對方。水仲係利萬物而別爭嘅，我幫到你係我嘅德，我唔求回報。而太過親密嘅親戚關係就好似蜜糖一樣，甜係甜，但係太黏啦，黏住咗就分唔開，分唔開就會腐爛，就會生蟲。
到最後甜變成咗苦，情變成咗仇怨。所以話父母走咗之後，你要學會放手，唔係放開你嘅兄弟姊妹，而係放開你對舊時光嘅執念，放開你對兄弟姊妹就應該天天親密嘅執着。你要接受大家都已經長大咗，都有咗自己嘅家庭、自己嘅人生。你要接受緣分係有聚有散嘅，父母喺度嘅時候係緣分最濃嘅時候，父母走咗，緣分就淡咗。呢係自然規律，冇人可以改變。你如果硬要強求，硬要大家翻到細個嗰陣嘅樣子，硬要天天黏埋一齊，最後只會自討苦吃，只會將僅剩嘅情分都磨木啦。你要睇下那些真正有智慧嘅人，佢哋同兄弟姊妹之間都保持住一種客氣嘅疏離。呢種客氣唔係虛偽，而係尊重呢種疏離，唔係無情，而係保護。乜嘢保護童年留低嘅最後嗰份美好回憶？你只要唔常來往，少啲利益糾葛，你心裏記得嘅就永遠係佢細個幫你打架嘅樣子，係佢分半塊糖俾你嘅樣子，係大家一齊捱苦一齊開心嘅純粹日子。嗰份記憶係暖嘅，係珍貴嘅，係一世都唔會變嘅。但係如果你天天往來，日日相對，為錢嘈，為利爭，為小事鬧矛盾，呢啲新嘅醜陋嘅記憶就會將舊嘅美好全部覆蓋掉。到最後你提起佢，心裏邊淨係怨同恨，連以前嘅美好都冇埋。咁樣嘅結局難道係你想見到嘅嗎？易經64卦冇一卦係恆定不變嘅，成本書講嚟講去，核心就係兩個字：變。而世事萬物都係變化嘅，人情亦都係變化嘅，呢係天道，冇人可以逆轉。父母喺度嘅時候係家人卦，大家各正其位，父慈子孝兄友弟，公個家就揾父母走咗，時勢變咗，權位亦都變咗，就變成咗葵卦。葵卦講乜？兒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，意思就係大家雖然係同一個根源出嚟，但係志向方向已經唔一樣啦，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樣朝夕相處啦。呢個時候最好嘅辦法就係解卦。解卦講乜？解險以動，動而免乎險。解就係解散，係鬆開，係放過對方，亦都放過你自己。唔好執着於過去，唔好強求於未來，順勢而為，隨緣而處，就可以避開好多風險，保住好多情分人。呢一世其實就係一場修行，修乜嘢？最核心就係修心，修你呢顆唔安分嘅心，修你呢顆強求嘅心，修你呢顆睇不透嘅心。父母走咗，其實唔單止係失去咗親人，更加係老天爺俾你嘅一個提醒。你人生嘅一個階段已經結束咗，你已經唔係細路啦，你要真正獨立起身，要撐起自己嘅家，要為自己嘅人生負責啦。你唔好再將心思放喺外邊，唔好再去招致阿哥對唔對得住你，家姐仲同唔同你，兄弟姐妹有冇將你放在心上，這些都唔重要，都係外求嘅嘢，求而不得就會痛苦。你要將目光收翻嚟，向內求，問下你自己，你對唔對得住自己嘅小家？你對唔對得住自己嘅良心？你有冇將自己嘅日子過好？你將自己嘅德修好啦，將自己嘅福積攢夠啦，你自然就心安啦。你心安啦，你睇邊個都順眼，睇乜事都順意。你心安啦，你就唔需要靠兄弟姐妹嘅認可嚟證明自己嘅價值，唔需要靠頻繁嘅往來嚟維繫自己嘅安全感。到咗呢個時候，你就會明白，兄弟姊妹唔係用嚟依靠嘅，而係用嚟祝福嘅。你遠遠咁望住佢，佢過得好，你真心為佢鼓掌，為佢開心。佢過得唔好，你心裏默默為佢祈禱。佢開口求助，你能幫就幫，咁就夠啦。呢先係天地之間最純最長久嘅關係。醉酒嘅人最執念，清醒人最隨緣人。呢一世最怕嘅就係執着於應該二字。你總覺得兄弟姊妹就應該親密無間，就應該互相扶持，就應該常來常往。但係呢個世界上冇咁多，應該一切嘅發生都係必然，一切嘅緣分都有定數。
父母係全員陪你走前半生，兄弟姊妹係半圓圓同你一齊長大，然後各奔前程。全緣盡咗半緣就要隨緣，唔好強求，唔好執念。如果你能明白呢個道理，你就會發現生活入面嘅每一件事，全都係老天喺度道理。道理嘅唔係別人，而係你自己嘅心。你若心開，萬物皆通；你若心閉，神仙都幫唔到你。修行唔係喺廟入面，唔係喺深山裏面，而係喺呢啲人情世故裏，便喺呢啲家長里短嘅小事裏邊轉機。唔係喺外邊，唔係靠別人改變，而係喺你一念之間，一念執着，萬般痛苦；一念放下，萬般自在。最後送大家一句話：父母走咗唔係關係嘅結束，而係新關係嘅開始。呢種新關係叫各自登山，山頂再見你，修你嘅人生路，我修我嘅世間緣。我哋不必同行，但我哋方向一致，都係為咗讓自己嘅人生更圓滿、更心安。到咗山頂嘅那一日，你我再相逢，笑談喺以前細個嘅往事，仲係當初嘅手足情深，先係兄弟姊妹之間最高級嘅情分。